趣味的庄脚生活。细汉的时阵，心息的代志真济，上期待的代志，就是当阿母有闲时，带阮转来庄脚阿公阿嬷遮佚佗。伫火车头是人吵吵吵，阮勉强客上车，徛伫两节火车中间，大家相爱相客。阿母一路牵条条，惊囡仔互起落车的人客走。慢车豆豆仔行，铁轨路发出规律的隆隆隆隆声。我站的时，车挡仔声叽叽叫，车挡仔的火势亲像烟火四界喷。经过几啊站，嘛豆豆仔客入去车厢内底。迄个年代的交通真无利便，为北部要转来下港，一撮路途遥远，班车着要规工才会到位，车程真正足久的。真无简单，转来下港，对住伫公寓的囡仔来讲真开眼界。庄脚的田野风景真水，路边有鸡仔、鸭仔、狗仔、牛，感觉庄脚实在真趣味。趁阿母欢喜开讲无闲，阮偷偷为厝内下出户庭，去正神护灵的亭仔佚佗。外亭有一个囡仔创伫一阵火鸡，伊大声喊咕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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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规阵阿母怪流的火鸡会咕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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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叫转来。阮挖过去看伊创伫火鸡，感觉有够神奇。亭仔还佫有鸡仔热趖，阮几个囡仔热潲去甲约，鸡仔着惊四界走，规个亭仔乱吵吵。伫厝外佚佗一大久，佫挡袂牢，想要去别位看咧。趁大人咧无闲，迄个较大汉的囡仔带阮几个坐过大丛的竹仔骹，行田边的鸡肠仔路，顺甘蔗园的田花路落去，走去甘蔗园内底软芳米相找，真正足好耍。行一段路，头前一片水窟仔洞咧，有鱼仔。就伫大家惊喜发现即个新天地的时阵，阿母伫尻川后休发。伊可能有想到即片水窟仔危险，拄啊好对内阻挡囡仔去耍水。囡仔人毋敢顿地，无法度只好越头行，豆豆仔行转去厝。厝内一定开始传暗顿，厝外口烧一面桶水。阿嬷骹手真溜叻，掠一只肥嘟嘟的鸡公，嘴会念几句咒语，做鸡做鸟无了时。后出世互好野人做囡仔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一碗糯米接鸡血，滚水烫鸡毛，无偌久一大盘的白水鸡就上桌。阿嬷煮食的速度真紧，有一个梨肉蒜蓉鱿鱼汤，一个骹白笋丸仔汤，一盘沙白鱼煎姜丝，狗蛋挞炒麻油卵，下米仔菜鸡汤，阁有葱仔炒米粉，番薯签饭，逐项菜拢烧乎乎香讲讲，口味甲阿母煮的拢共款。食饭饱已经暗暝，田林暗迷蒙，外面无底气。囡仔拢围伫阿公身躯边，看伊够有分量。伊若听 radio 唱歌若够，分量遐揾一寡搅好的白汁卷起来，较半冰的分量纸。即时也倒到真济粒分量，无偌久，厝边的亲戚朋友来相找，查甫人坐伫门口口埕椅条仔画扇，有人举新郎园的粉出来，用番仔火点粉烧请，大家做伙食粉开讲。阿公举一支花线，下放赶网仔，到伙分量拄好按来难客。迄个热热甲心色，香味甲人情味，以后拢毋捌阁拄着。